来看以色列空袭加沙南部都市拉法，造成45个人死亡，249个人受伤。有真侪国家拢有民众上街头去抗议以色列。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承认讲，这是严重的失误，军方会全面来调查。也毋过，伊嘛强调讲，伫因完成目标进前无打算要停战。法国巴黎示威者去街仔度抗议嘛，因为和警方相斡，结果风状催泪瓦斯。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和马德里有一大堆群众，亚巴雷斯坦的旗仔在烧天。We ask for the government to cut 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of Israel. 当地西亚和黎巴嫩拢有真侪民众集结在示威，对已经伫遮尔严重的人道危机，而且无武器的加沙百姓，都安尼死去，是感觉真愤慨。وهي جريمة كبيرة جدا. موجودين هون تنديدا بالمنظرة. 以色列空袭大发造成一个在安地无所在通道的巴勒斯坦人的营地，爆棚拢导火，造成重大死伤，大部分拢是富人人和老人。各3区遗体红烧，甲是拢看不出实相。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承认这是技术上的错误。אנחנו חוקרים את המקרה, אנחנו נסיק את המסקנות, כי זו המדיניות שלנו. توقيت تنفيذ هذه المجازر خلال اليومين الماضيين إعلان تحد من قبل حكومة المجرم نتنياهو الصهيونازية لقرارات محكمة العدل الدولية. 国际社会严厉谴责，普遍认为以色列这摆报复的行动真正受超过。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资料，以下冲突以来，加沙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6万。Tıpkı özendiği Hitler gibi, Milosevic gibi, Karadzic gibi ve tarihteki diğer firavunlar gibi. 无认同以色列这摆事件的，还有包括长期以来的坚定支持者。除了美国纽约冒示威的行动，北京国安会嘛发声明，讲攻击拉法这摧毁的画面，让人看了心拢碎去。法国总统马克龙伫 X 大文讲，这个行动必须要停止，好要完全尊重国际法，而且要随停火。德国外交部声明讲，拉法的空袭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红烧甲被打死的画面，使人无法度忍受。Including small children's being burned. I condemn this in the stronger terms. The killing of innocent civilian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嘛谴责这摆的空袭，安尼已经调集要伫2月要来开紧急会议。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